大家将咱的手表啊摕起来对时，现在是时间是中午11点半，咱一个下晡3点半，要在这个所在来集合，祝大家快乐。岭顶春风吹微微，满山花花正浓时，乌定多情白小水，阿兄对阮有情意。小亮，快，看咱来这个所在，实在是足好佚佗的，风景嘛足水的。对啊对啊，来，咱一日妹妹吼，同齐来翕爿翕相好无？阿姊，阿姊，较紧的啦，紧来去翕相啦。岭顶风讲满人意，春风吹来笑眯眯，宝贝坐开真正水，阿兄对阮有情意。叫山万水，马山鸟。各位旅客，时间已经到啊，3点半了，我们来准时开车哦。岭顶无云天青青。